看见上帝你奇妙的作为显明出来。主啊，我们来到伫这当中来祈祷，为着今仔日所服侍的同工来祈祷，为着敬拜团，为着遮的招待的同工，为着遮的音控导演的同工，为着遮的侍奉服侍这个属献的同工，主啊，咱当心来敲找你，为着属会的同工，为着生囝家己伫当中传讲上帝的心意，主啊，求你亲自伫阮当中来引带阮，感谢你，阿罗你，感谢。咱特别嘛要继续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今仔日咱自己伫遮是何等的恩典，因为上帝赏赐予咱有平安。伫过去的这个礼拜当中，咱的国家有新任的总统、新任的政府伫当中来就任，咱嘛爱继续为着这个新的政府来祈祷，求上帝亲自看顾。虽然过去这礼拜当中有济人可能心中无甲偌平安，但是咱犹原爱敲找上帝，因为咱知影上帝是咱活命当中唯一的愿望。上帝是所有一切祝福的源头，咱就来敲找上帝。咱知影，伫咱的国家当中，唯独耶和华是主，唯独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咱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当心为着咱的国家，为着新任的政府，为上帝祝福，让咱的国家有平安，有上帝恩典。咱当心开嘴来祈祷，请。上帝，我知影伫过去的恩典当中，主啊，真济时阵，主啊，上帝，你引带台湾经过这400年当中，主啊，阮看到上帝，你怎样伫这400年当中，互阮经历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伫这400年当中，互阮看到，虽然伫过去有济传福音当中所拄到的哪吒，所拄到的艰难困苦，但是上帝，你犹原将你的福音广传出去，你犹原借着你所使用的这些仆人，伫这当中来彰显上帝你的名。所以，阮要伫当中特别赏赐，求主你赏赐恩典甲快乐，伫这世界当中所有一切对上帝所来的平安。主啊，愿这个国家得到上帝你的平安，愿这个国家得到上帝你满满的恩典，充满你的荣光，充满你的恩典。主啊，或者每一个人伫当中，毋是带着彼此的愤怒，毋是带着彼此对彼此的这个无了解，乃是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彼此赦免，彼此原谅，愿意照着上帝你的心意，彼此相听，同心合意，建造一个荣光上帝你的名的国家。愿上帝你的心意，你的恩典听从。因带带领，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国家当中每一个政府官员，特别为着赖清德总统来祈祷，求上帝你赏赐予因有智慧伫当中，怎样来治理、来因带、来看顾。我感谢你，感谢你，我荣光归于你。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你犹原是阮的主上帝，阮来到伫你的面前，要来献上感谢，因为阮知影，伫过去的日子当中，上帝你奇妙的恩典一直甲阮三个同在。特别阮看见伫过去400年当中，上帝你怎样伫台湾、伫台南、伫当中，用你奇妙的作为，互福音广传出去。互真济人会当伫当中听到、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阮着爱伫当中来献上感谢、献上乐乐，因为阮知影上帝你是掌管全地的主。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今仔日阮当心自责，要来敬拜你，要来乐乐你，求上帝你着伫阮当中亲自引带看顾，互阮的心甲你的心意来对齐。互阮知影要怎样军队里所成你的恩典，嘛伫阮的活命当中一直奔走属天的道路，军队里真理的道路来行。愿你的旨意显明伫阮当中。今仔日，阮的心独独要来挖靠你，
要来敬拜你，荣光你的名。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的恩典，这时咱就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崇拜。首先，咱请敬虔兄来报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大家好早。昨我伫新化，倒车摕物件要入去厝内，看到阮太太新请的1年的帮佣迄个 Risa， 哇，用走的，我想是啥物发生啥物大代志？其实伊是要来甲我斗摕物件安尼尔，是一个真好。真忠心的仆人，May I introduce Risa to all of us? Please stand up. 大家拍鼓啊，甲欢迎一下，伊伫1年来，亲像咱咧讲，咱是上帝的好的仆人 ，Risa 是阮厝内的真好的仆人，甲阮斗相共真济，真感谢。OK， 下面我来做这个消息报告。今仔日廖牧师前往高雄圣教会正道，请为牧者的侍奉甲平安代祷。第二，请有报名今仔日下午半日游的兄姐，敬请注意这个集合的所在、时间、地点。地点是伫这个大冈山的生态休闲园区，下晡3点伫教会集合，要做伙出发。是若自家己要开车去的，拢会使。暗时6点伫这个大群土家城用餐。这等下可能爱拜托迄个工会。伊讲集合的所在是伫这个园区的门口啦，毋是讲直接就走去土家城，那3点到6点，都毋知要安怎走到台北安尼，暗时6点要带即个大群，迄个土家城用餐。6月初2下礼拜日下午1点，要伫即个教会3楼召开6月份的定期执事会，请执事同工注意时间来出席会议。第4点，6月15礼拜六9点到16点30分，要举办科学甲圣经创作培训的课程。地点伫即个基督欢笑之家，讲员是曲保罗教授，费用500块。咱简介搭伫即个公布栏。有兴趣的人请自行线上报名。第5点，7月初10到12，就是拜3到拜5，伫真福山要举办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费用是自费1200块，其他教会补助。招收的迄个对象。是要升起来小学1年的，还是要升去国中1年的？欢迎踊跃来参加，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缴费，到报名截止。7月21到7月23，礼拜日到拜二，要举办圣教会全国信徒灵修会，地点。伫西湖度假村，讲员是陈尚仁牧师，主题是要讲21世纪教会挑战甲超越。费用是2人房，每一个人4800块；4人房，每一个人4000块。教会甲教区各补助每一个人1000块，所以拢总有补助2000块。请向师母甲各小组长来报名。第7点，教会制服将再次推出，
在执事会决议后，较搁公布开放登记，各位敬请期待。因为这设置的问题有真侪争议，其实我感觉各种色拢代表一个真大意义啦，吼啊，无共款的事情做伙嘛，心切啊啦，吼。好，安尼简单报到这，敢有补充报告？若无，咱要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向你倒边正边的兄弟，给因一个500万的微笑，显出我们今天很喜乐。我们今天今日足喜乐的，来到主的殿院内面，咱真正欢喜快乐。咱为咱的座位起来，咱来唱歌，弹琴，拍手来娱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放开我们的心，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弹起歌唱赞美神。我的歌听我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我的爱就用声诉说你的荣耀，专心来娱乐你，个跳舞，个用乐器来欢呼。见证荣耀，多古老的能力，三特主一点心。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个作为真奇妙，我的爱就用声诉说你的荣耀，专心来娱乐你，个跳舞，个用乐器来欢呼，天地人唱歌，见证荣耀，多古老的能力，三个主一点心。是以色列的儿女，叫做宝座。今仔日主来到咱当中，荣耀的君王已经降临伫咱的教会，咱要来称颂伊的名。这时，咱开咱的嘴，开咱的心，开咱的灵，咱来称颂这位荣耀的大君王。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学到你，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主啊，我们来称颂你。主，你大作为真正奇妙。主啊，万民要来诉说你的奇事，列邦要来诉说你的荣耀。主啊，全心全灵，我们拢要来学了你，来感谢你。我们用拍鼓，用跳舞，用拍手。主啊，弹各样的乐器来学了你。哈利路亚！主，你配得一切荣耀甲学了，你是全地主，你是荣耀的大君王。哦，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下就用声诉说你的荣耀，专心来学乐你，个跳舞，个用乐器来欢呼。
完单单将一切恶乐、荣耀、感谢，拢要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的听，伫十字架顶已经显明，为阮来赦命，受的鞭伤，互阮得到医治。主你承担阮所有的罪恶，你所受的刑罚，阮得到真实的平安。主，我要来感谢你的听。你是你的名，你为我赦命，受鞭伤，互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互我的平安。you
想你，令我的真心，哦，令你心会疼，心跟心影，这多上多多，何年年年也是梦幻世。那我想你，令我的真心，哦，令你心会疼，心跟心影，这多上多多，何年年也是梦幻世。那我想你，令我的真心，你一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主，阮感谢你，你无罪代替阮的罪，定是伫十字架顶。主啊，何等牺牲的疼，何等的能力，赢过死亡权势。主，伫这个时刻，阮每一个人的心，只有你爱阮的主，你是阮唯一的爱。我们永远爱主，我们永远跟对主来行。阿门。主感谢你，因为有你，阮会当伫软弱中得到改变；因为有你，你的疼甲阮同在。主，阮会当经历这这的艰难甲困苦。主，阮要靠着你来得胜。无论是伫阮的家庭、阮的教会、阮的工作，伫每一个所在，主，我们来靠耶稣来得胜，因为唯有耶稣会当帮助阮、拯救阮，是阮上大的倚靠。这是咱为咱的罪为起立，起立，和这首的时光，将做咱的宣告。伫你爱里，我要宣告，无论流离改变。伫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爱。伫你爱里，我要宣告，我带你做的地盘，是你引带予我的心，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我的一生是靠主的爱的心，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不通惊惊失败，亲像主天那大，是你引带予我的心。伫你爱里，我要宣告，无论流离改变。伫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爱。伫你爱里，我要宣告，我带你做的地盘，是你引带予我的心，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
来祈祷，咱也为教会来祈祷，互咱靠主的爱、主的疼，咱会当脱离这一切罪恶，互咱真做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咱会当互主来使用。那为着教会来祈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互咱会当真正伫主的内面彼此相疼，互相款待。伫这幕后的时刻，咱会看见济济政党受敌，一来就是要来淘汰、来杀害、来毁坏。安乐圣教会，咱所有兄弟姊妹，咱爱彼此来相疼，来堵掉迄个破口，因为这个征战是哪来哪大，互咱会当真正为着咱的个人的活命、咱的家庭、咱的教会来祈祷，即时咱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要高举你的名，主，你要伫阮的活命内面、伫教会内面、伫家庭当中。将犯罪王，主啊，互阮会当认捌你，互你的话语搁来光照阮的心，互阮日日读你的话语，搁较认捌主，互阮会当伫主你的内面彼此来相疼。安乐圣教会是一个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祈祷的教会。主啊，用祈祷起来征战，用敬拜起来征战，也互阮会当真正阮的活命改变。主啊，阮就会当成做一个圣洁的器皿，互主你来使用。主啊，为安乐圣教会，即时阮都仰望伫你的手中。主啊，兄弟姊妹彼此的相疼，彼此的服侍。主啊，就是要建立安乐圣教会，真做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健康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是耶和华的大军队，要真做阮城市国家的祝福。主，阮仰望你，阮感谢你，我们靠主耶稣来得胜，靠主耶稣来得胜，哈利路亚！靠主耶稣得胜，靠主耶稣得胜，我的一生是靠主的爱得胜，靠主耶稣得胜，靠主耶稣得胜，不惊惊失败，真正主恩更加大，是你因错我得胜。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阿门。在这个世间，你已经赢过所有一切。主啊，你是赢过死亡的主，你是赢过黑暗权势的主，阿门。你是赢过阮活命当中一切风影、一切困难的主。主啊，所以阮来到你的面前，敲找你，挖靠你，阮有缘会靠你来得胜。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看顾，因为你的引带，你赏赐予阮活命当中的气力、能力，予阮会当知影怎样靠着你的真道或坚定来徛在。所以，阮来到你的面前，挖靠你，阮心内面就无搁再惊吓，我心内面就无搁再忧虑，因为阮知影。你已经完全得胜，阮的心挖靠你，阮的心就有一个得胜的欲望，阮的心就有一个会当赢过所有一切困难的欲望，阮的心就要挖靠你，针对到伫上帝，你为阮所备办光明的国当中，
享受奇妙无比、永远的祝福甲稳定。愿感谢你，愿你的阳光显明，愿你的旨意、你的疼痛显明伫所有每一个诚心敬拜你、阿乐你的兄弟姊妹当中。愿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同心来上读《使徒信经》，诚做咱信仰的个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列岛忍耐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叫我后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叫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啊，这请坐。下面的时间，咱要来启用文第21篇。我来启，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拯救阮的上帝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阮。你本是一切地极甲海上万族的人所倚靠的。伊给予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踮伫地极的人，因为你的心业惊吓。你互一出一落之地拢欢呼。你眷顾地降落透雨，互地大得肥美。将地河满了水，你尽了浇灌了地，惠人有比五国。你灌压地泥沟，润平伊的灵，减工灵，互地软松。其中发展的有你祝福。你以稳定做年岁冠冕。你的路径拢滴落自由。你伫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做衫，国中也满了五国，这一切拢欢呼歌唱。阿门。下面时间，请少伟传道。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咱同心来自接，伫上帝面前同心来敬拜。此时，咱要同心伫主的面前，继续，咱要用听道来荣光上帝的名，来敬拜上帝。咱同齐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咱分开周报的第4面。咱来看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主要有2段经文记载伫《民数记》第6章，也个《提摩太后书》第2章的经文。咱着同心来上读这2段经文，请。耶和华对摩西讲：“你晓諭以色列人讲，无论男女下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女人的愿，拿细女就是归主的意思，着离属归耶和华。”伊着爱远离清酒、厚酒，也袂当啉啥物清酒、厚酒做的醋，也袂当啉啥物葡萄汁，也袂当食青的葡萄甲干的葡萄。伫一切离属的日子，见若葡萄树顶面所结的对核到皮所做的物，拢袂当食。伫伊一切下完离属的日子，袂当用剃头刀剃头，着互头毛生长。伊着圣洁，直到离属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伫伊离属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毋通挖滚徇私。
伊的父母也是兄弟姊妹死的时阵，伊毋通互因家己，互因互家己无洁净，因为遐理想归上帝证据是伫伊的头壳顶，伫伊一切理想的日子是归耶和华做圣。伫大雨的年间，不但有金气、银气，也有木气、香气，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的。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代志，就要做贵重的器具，成做圣洁、合乎主的路用。有必行同样的善事，你着得撇少年的私欲，当迄个清心祈祷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阿免。咱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世间人的主上帝，阮搁一摆，要伫上帝你的话语当中。来敲找你的心意，愿你亲自伫阮活命当中引带阮，借着你的圣道来指示阮的道路，互阮知影要怎样伫上帝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上帝你为阮所备办迄条正确、公义、正直的道路。阮着敲找你，阮着跟对你，愿你祝福互阮每一个人。拍开阮的耳孔，拍开阮的心，来敲找敬拜你。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咱所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民数记当中。其实伫顶个月我讲道的时阵，其实嘛是分享民数记。伫当中呢，拢是咧讲到即个。上帝伫以色列人当中所颁发这律法，律法伫以色列人活命当中有啥物款的意义呢？其实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主题——分别。分别是啥物意思呢？分别的意思其实就是我甲别人无共款，因为我甲别人无共款，所以我伫这个群体当中就有分别。上帝意思其实就是要互以色列人爱有这个分别。分别什么呢？伫圣经当中，咱会当看到，对摩西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上帝就互摩西有这个律法，互摩西会当将这个律法来教示这个以色列人，互以色列人会当知影要怎样来生活。所以这就是上帝。互以色列人有这个律法的目的。咱若是真正来看圣经，咱会知影，为什么伫圣经当中，其实安那律法是对什么时阵开始呢？是对出埃及记来开始。为什么伫创世纪当中，上帝无互人有律法？为什么爱等到伫出埃及记较互人有律法呢？是因为安那？因为伫创世纪当中，遮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等等的人，因本来就已经是安那，本来就已经是敬畏上帝的人，因本来就已经是真明白上帝的心意，知影要怎样倚靠上帝的人，所以这款人无需要律法。但是呢，到伫出埃及记的时阵，遮个以色列人已经伫外邦的国家生活400年的时间。伫这400年的时间当中，因民族原本的文化拢已经无去啊。因干那所接受的这个教育，拢是对埃及所来的。所以上帝需要定心，互因有一个教育，就用律法来成做因的教育，互因会当知影要怎样定心开始因的生活。是甲外邦人无共款的生活，所以伫圣经当中、伫律法当中，咱会当看到上帝伫律法所教示的是安那，是教因怎样生活。就亲像2礼拜前孟纯传道伫讲道当中所分享的，其实伫上帝伫律法当中是连安那连
因要食饭要怎样食，因要安怎食，上帝拢规定好啊。啥物物件是洁净的，是会当食的；啥物物件是无洁净的，是袂当食的。上帝已经拢规定好啊。为什么安尼规定？因为安那，因爱甲别人无共款，因着尊崇上帝的话，甲外邦人无共款。所以这是上帝伫以色列人当中特别有即个分别的意义。分别的意义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互世间人看到，就知影即群人是属上帝的人，即群人是上帝的子民。因为因的生活模式甲别人无共款，所以今仔日咱特别要用分别即个主题要来分享。上帝伫律法当中特别佮讲到一个真特别的代志。咱知影伫以色列人当中有12个支派，也是讲是13个支派，就是伫其中12个支派以外。阁有另外一个支派叫做利未人，利未人因就是安那，就是互上帝竞选要来服侍上帝迄群人，迄个支派的人。咱顶个月的讲道当中分享到利未人，就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有较久啊，所以我阁一摆复习一下。伫当中讲到上帝竞选利未人，互咱有一个启示。就是受上帝竞选，代表咱领受一个分别真做性的呼召，咱要真做一个侍奉上帝、敬拜上帝、为上帝来活的人。这是咱的人生和上帝赐予咱这个意义甲目标。这是利未人受上帝竞选，但是利未人受上帝竞选呢？经文甲咱讲安那，上帝是安那主动来竞选利未人的。也就是讲，伫民数记第3章，就是咱顶届所讲的这个经文当中，讲上帝对以色列人当中竞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偷生。这代表竞选利未人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主动来做的代志。但是今仔日，他拄啊咱所读的经文当中，甲咱讲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安那，若是有人，因毋是利未人，因是别个支派的人，但是因安那，因想要服侍上帝，因嘛想要亲像利未人共款，真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因会当怎样来做？因会当做一件代志，就是下冤。下冤，这就是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拿细耳的意思就是归主的意思。所以圣经当中对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讲：你着晓諭以色列人讲，无论是男女下了特别的冤，就是拿细耳人的冤，着爱离属归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甲利未人受竞选无共哦。利未人受竞选是安那？是上帝主动竞选。这是上帝主权，但是拿细耳人无共款，拿细耳人毋是上帝竞选，拿细耳人是人因为对上帝听，因为对上帝渴慕，因为人对上帝敬畏，所以这个人讲：我愿意献我家己来服侍上帝。这是人的主权，这是人主动去做的一件选择。这毋是上帝做的代志，这是人会当用伊家己所会当做的代志来回应上帝。所以圣经当中甲人讲，拿细耳人是一个心愿，就是亲像咱每一个人可能对细汉的时阵，就会立志讲：哦，我未来我想要做啥物款的职业，我想要真做啥物款的人。拿细耳人，伊就是立志要侍奉上帝。就亲像伫我细汉的时阵，因为我最爱看棒球比赛，所以我就心中有一个心志，讲哦，我未来想要真做一个棒球选手。虽然后来无做啥，但是这是一个心愿，
心愿的意思是啥物？因为我即马毋是嘛，因为我即马做袂到，所以我就有一个心愿，讲我未来想要做会到。所以那些年人的意思就是安那，伊原本毋是，伊原本毋是服侍上帝的人，但是伊有即个心愿，伊就会当安那向上帝来下愿。伊就会当向上帝来下愿，讲上帝啊，求你接纳我，互我会当成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伫当时的世代当中，甲即摆的世代无共款。即摆的世代其实人会当家己选择，咱想要做啥物款的工作。但是啊，伫当时的世代当中，其实大部分的人，因对细汉开始就已经决定未来的人生是啥物啊。伊可能生长伫啥物款的家庭，伊未来就是爱做迄款的工作。伊若是伊的家庭当中是正常的，伊未来就一定会是正常的。伊若是伫因的家庭当中，就亲像利未人，因生出来就是为着，就是要伫会幕当中来服侍上帝。安尼，因就是生出来的囡仔，未来就是要成做服侍上帝的人。所以因是未改变因的人生的。但是那些年人，因就是决定讲，我要改变我的人生，我无搁再想要做我家己原本做的代志，我要用我的一生来服侍上帝。所以上帝就为因预备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下这个那些年人的愿。要怎样来下愿呢？怎样来下愿？毋是干那对上帝讲安尼尔，因爱用行动来表达因侍奉上帝的心志。所以下那些年人的心愿，就是安那用行动来表达因想要侍奉上帝。因用什么款的行动来表达呢？圣经当中就甲人讲，第一就是安那，因就爱远离这个清酒甲厚酒，就是因袂当啉酒就对啊。毋是干那袂当啉酒尔，因阁袂当食遮的葡萄，食青的葡萄，也是大的葡萄，一切葡萄所做的物件，因拢袂当食。为什么因袂当啉酒呢？啉酒的意思其实就是安那，远离这个宴乐，为着上帝的缘故，因愿意主动放弃因生活当中的享受，也就是限制伊家己，讲我愿意为着上帝的缘故，限制我家己原本我会当享受的机会。伫利未记当中记载着，记载一个代志，就是阿伦伊的两个囝。阿伦伊的两个囝服侍上帝的时阵，安那伊讲伫圣经当中讲，因献上一个叫做凡火啊，平凡的火啦。因献上凡火，但是安那，但是上帝无也咱因所献的，所以安那，上帝就甲因杀死。上帝甲因杀死了呢，上帝就吩咐摩西讲，你就爱去对阿伦因兜的人讲安那，讲恁侍奉的时阵，伫会幕当中服侍的时阵，恁是安那袂当啉酒的，恁是袂当啉酒的，所以有可能因所阿伦的两个囝因所做的代志，是因为安那，是因为因啉酒的缘故，所以因就违背了上帝心意。所以呢，圣经当中特别讲到，利未人其实因要服侍的时阵，因是袂当啉酒的。这就成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一个真重要的记号，远离这个酒，这个袂当啉酒，代表我愿意为着上帝的缘故，限制我家己。伫服侍上帝的时阵，我是爱保持一个是清醒的这个心智。所以在这当中，甲人讲的代志，这系祭司利未人因要服侍上帝的时阵，袂当啉酒。但是安那些年人因是一生袂当啉酒，代表因一生拢是要服侍上帝。特别才个讲到葡萄，咱若想到圣经当中的葡萄，会想到啥物？想到迦南地。哦，
圣经当中敢是，你迄个摩西就派这个探子吼去迦南地当中去探听讲，迦南地吼遐个人吼拢生做啥物款啊？啊，因转来就讲安那，讲迦南地吼，因所出的这个葡萄吼有够大粒的啦，每一粒葡萄吼拢亲像这个拳头遮尔大，讲这个葡萄吼真正足好。安那，这真正是上帝所赐予咱的即个安那，即个应允的地啦。伫这当中，就互咱知影，葡萄是迦南地当中主要的一个代表的农作物，所以这搁较会当显出讲，拿细年人因愿意立志的决心，就是安那。虽然这是上帝所赐予咱代表迦南地上好的农作物，但是我愿意为着上帝的缘故，我讲我无要食这个葡萄，我无要安那接受这个响应这个原本大家人拢应该会当得到的这个享乐，但是安那因讲我无要得到这个，因为安那我愿意为着上帝的缘故来限制家己。因若是做了这件代志安那，拿细年人因若是安那无啉酒、无食葡萄，一定安那伫一个群体当中会互人感觉讲安那这个人真奇怪哦，这个人甲别人无共款哦，因的生活、因食的物件甲别人无共款哦，所以拿细年人因做这个限制，因目的是安那，毋是干那显出伊的决心尔。佮爱互别人看到，讲我是一个愿意奉献互上帝的人。我是一个愿意奉献互上帝的人，就借着我平常时的生活，借着我平常时的啉食，互人会当看到，讲我是一个分别归乎上帝的人。所以，因用因的生活模式来限制伊家己，互别人看到。佮有另外一个记号，要互别人看到，就是安那。伫因一切会完理想的日子当中，因袂当用剃头刀来剃头，因爱互因的头毛安那，因袂当剃头，因就爱继续互因的头毛一直生长就对啊，就是袂当剃头。为什么因袂当剃头呢？伫圣经当中出来记记当中，其实有讲到一个真特别的规定，就是祭司伫因的祭司因的衫有因真特别的规定，特别呢，伫祭司因咧服侍时阵，因爱有备一个冠冕，有备一个冠冕呢，戴伫头壳顶。所以安那戴伫头壳顶，出来去记第28章当中有甲人讲，这个冠冕当中爱用一个金牌，用一个金牌吼，就是摕伫冠冕顶面。这个金牌当中有写一段字，叫做安那，归耶和华最圣，归耶和华最圣。这是祭司的冠冕哦。但是安那，对拿细年人来讲，因无有这款的冠冕，但是安那，上帝用头毛加做因的冠冕，互因头毛一直生长，拢袂当剃头，互人看出来就看到讲这个人头毛遮尔长，安尼伊一定是安那拿细年人，所以因这就成做因的冠冕，因归耶和华最圣的冠冕。所以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他拄仔咱所读的经文当中讲安那，因为迄个理想归上帝证据是伫伊的头壳顶，拿细年人的头毛成做因归上帝证据。因归耶和华最圣的证据，因是服侍上帝的人，因是服侍上帝的人。所以第三个拿细年人的限制，因的记号是啥物呢？就是因唔通挖滚这个已经死去的尸体，因唔通挖滚这个尸体。其实咱若是斟酌来看旧约的律法，其实安那。所有的人拢袂当接触这个尸体，因为尸体是无洁净的，所以应该来讲，所有的人都拢袂当接触。但是为什么伫遮特别讲拿细年人呢？因为安那，其实这段话毋是干那互拿细年人听的，
这段话是爱互其他的人看到的。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人的厝内面总是会有一天，厝里的人会过身，会死去，会死。当因死去的时阵，就一定爱安那，一定爱有人伫当中来陪伴这个后事嘛，来陪伴讲哦，这个死去的人安尼，我要怎样甲伊埋葬等等的。所以，遮个人因为因无接触这个尸体，因着无洁净，伊着需要去安那去隔离呀，因着需要去隔离。但是安那，但是圣经当中讲到，拿细年人特别讲到因毋通挖滚这个尸体，那是因无小心去摸到这个尸体的时阵，因着爱安那定心下冤，就是讲因就是原本因下冤着无准算，因着爱隔离了后，因着爱定心下冤，讲我要定心来归耶和华做事。所以这个意思其实是安那，要互其他毋是真做拿细年人的人来对因讲的，讲安那。若是拿细年人因身边有人过身呐，安尼呐，恁遮的人爱去帮赞伊，来为伊来陪伴这个过身的人因的后事等等的代志，因为人总是会死，所以咱会当帮赞这个拿细年人来闪避这件代志，莫互伊去摸到这个尸体。其实这段经文咧讲的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代表讲，当一个人下冤讲我要真做一个拿细年人的时阵，毋是干那讲我想要安怎做，安尼尔，是爱安那，是爱规个环境爱去帮赞伊讲，因为这个人爱分别伊家己真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规个环境爱去帮赞伊讲，哦，这个人咱会当帮赞伊去真做。伊是一个，互伊真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伫台湾可能真侪人，以前可能毋是啦，但是即马拢是。即马吼真侪人吼，咧学驶车、学开车吼，拢爱去迄个驾训班嘛，去遐学开车。但是呢，真侪人吼，学开车学了吼，摕着驾照了后，安那？因犹原毋敢开车，为什么？因为因感觉讲台湾的道路真无安全呐。当因开车去哩吼，就感觉讲哦，遮个人吼，虽然我开车足安全，但是别人开车无安全，所以我会惊。所以安那，遮个人虽然因考到驾照，但是因无一定想要安那，因无一定想要开车。所以伫这当中呢，就有安那，即马就有另外一种教练，伊毋是伫教训班当中的教练，伊是安那，伊是当你摕到驾照了后，伊讲我会当教你要怎样会当安那，毋是干那伫教训班当中咧开车尔，会当去开上路，会当教伊讲哦，你开上路了后，你会当怎样来做，会当怎样来做，都互伊有即个安全感，互伊有即个安全感。各位亲爱兄弟，这就是上帝要互拿细年人的这个环境，讲，毋是这个下冤的人，伊爱献上伊家己安尼尔，其他遐个虽然因是无下冤的人，但是安那，因会当有一个环境是帮赞这个拿细年人，因会当专心来服侍上帝。教会嘛是同款，教会伫这世代当中的教会，咱嘛爱安那，嘛爱去营造出一个环境，是互听上帝的人，互即个因为伊听上帝，伊愿意献身伊家己的人，会当专心侍奉的环境。教会是会当互人专心侍奉上帝的一个环境。这就是圣经当中，上帝伫当中特别对因所讲的。为什么上帝特别对因讲安尼呢？因为安那，因为环境对一个拿细年人来讲真重要。伫圣经当中，就互咱有一个
无正确的例是安那呢？伫阿摩司书当中，呢，第2章，甲人讲到当时的拿细耳人，伊面对什么款环境的挑战呢？圣经当中讲，我对恁的囝儿当中兴起先知，甲对恁的少年人当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毋是安尼吗？这是耶和华所讲的。但是安那，恁却是互拿细耳人安那啉酒。拿细耳人因原本是袂当啉酒的，但是恁竟然去摕酒，互遮的拿细耳人讲安那，恁着啉嘛，迄袂要紧啦。上帝吼，袂去刑罚你的，上帝袂去安那。恁遮的人原本，恁应该爱是互拿细耳人应该会当安那，有一个专心侍奉上帝的环境。但是恁竟然去摕酒去互因啉。恁阁去甲先知讲安那，恁毋通讲语言，因为安那，咱即摆的生活就已经足好啊，无需要上帝对咱讲话啊。先知阿摩司伫当中指责遮以色列人讲，当拿细耳人受兴起的时阵，恁竟然去害因，互因袂当侍奉上帝，恁遮的人有罪啊！恁遮的人有罪啊！这是圣经当中特别甲咱所讲的。其实虽然伫圣经当中无讲到真济拿细耳人的例，虽然圣经有讲到即个人会当下冤真做拿细耳人，但是安那圣经当中其实无讲到几个拿细耳人。圣经当中有记载拿细耳人呢，除了安那，第一个就是士师参孙。第2个是先知撒母耳，第3个呢，其实伊无严格来讲，伊无算是拿细耳人，就是加西勒约翰。为什么伊其实无算拿细耳人呢？因为安那，因为咱知影约翰因的老爸是撒加利亚，是一个安那，是一个祭司，所以其实约翰因原本就是利未人啦，伊原本就是伫圣殿当中应该是服侍上帝的人，但是安那，但是伊的生活方式，就是亲像拿细耳人同款。啊，另外呢，伫旧约当中的2个参孙甲撒母耳，因就是安那，因就是拿细耳人。这3个人其实拢有一个共同的所在，就是安那，因的父母原本拢是袂当生育的，但是上帝赐予因有一个囝，所以因就讲因为上帝赐予阮有一个囝，所以阮愿意将这个囝献给上帝。所以其实这3个拿细耳人的冤拢是安那，拢是父母为着囡仔来下冤的。父母为着囡仔来下冤，讲因要真做拿细耳人，因要真做一生服侍上帝的人。但是虽然是安尼，咱会当看到，咱就特别讲到前2个。第一个参孙呢，虽然伊是拿细耳人，但是安那，咱若看过伊的故事，就知影，其实伊所有拿细耳人的限制，即个禁止的代志，伊拢安那，因拢犯罪啊，因拢去做啊。伊足爱啉酒，伊嘛安那去甲当中甲遮个动物杀死，甲遮个非利士人杀死，伊拢安那，伊拢做遮个代志，甚至是到落尾，伊去甲伊所爱的即个妇人人讲安那，讲我力量的来源就是我的头毛，所以伊的头毛嘛去互人用剃头刀甲伊剃掉啊。所有拿细耳人袂当做的代志，伊拢做啊。但是呢，伫当中上帝有缘帮助伊，上帝有缘，互伊有一个最后一个机会，会当为上帝来征战。但是，quand参孙比起来，另外一个拿细耳人叫做撒母耳。撒母耳伫伊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就甲参孙真无共款。参孙伫伊的环境当中，咱伫圣经当中无看到讲有啥物人特别去帮助伊怎样正做一个拿细耳人。但是伫撒母耳伊对细汉开始，
伊的母亲汉娜就甲伊送去到伫即个祭司以利因兜住，就是安那，要甲祭司住做伙，就是安那，要互伊对细汉开始，就开始学习讲，我要怎样会当来服侍上帝。所以撒母耳对细汉开始，伊的父母，包括以利，就互伊有一个真好的环境，知影要怎样服侍上帝。这就是参孙甲撒母耳的差别，因为因无共款的环境成长，因原本拢是真做拿细耳人，但是因为环境对因的改变，互因未来因的服侍就有产生无共款的影响力。所以在这当中，就特别讲到教会嘛是共款，教会要怎样会当帮助遐个愿意侍奉上帝的人，有一个真安全会当服侍上帝的环境呢？这就是伫教会当中真重要，咱会当学习的代志。在教会当中，若是有人真正讲，我下愿，我就是要来服侍上帝，教会会当怎样帮助伊？教会会当提供予伊有啥物款的训练吗？有啥物款的教育吗？教会会当予伊有会当犯错的机会吗？互伊会当伫当中来学习讲，我要怎样服侍上帝？我要怎样成长？我要怎样伫当中成做一个真正未来会当伫侍奉当中产生真大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今仔日的教会，咱会当学习的代志。所以，当咱思考拿细耳人的冤，咱就爱知影，这毋是干那一个人的冤尔，这是安那规个环境爱同齐努力，规个环境爱同齐努力，帮助遮个愿意侍奉上帝的人，同心来追求上帝的心意。伫圣经当中，甲咱讲到，伫新约的时期，咱会当怎样下即个拿细耳人的冤呢？使徒保罗伫写互提摩太的批当中，捌安尼讲即件代志。伊讲，伫大雨的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嘛有安那有真济无共款的，遮个无共款的材料所做的遮个器具，有看起来真贵重的，嘛有看起来真卑贱的。但是安那，保罗伫遮讲的代志是安那。重点毋是即个器具是用啥物物件来做的，重点是安那，是即个器具是做啥物款的用途啊？是做啥物款的用途？咁听有意思，就是讲可能咱用一个金的地鼓，用即个金所做的地鼓，但是安那，咱敢若家伊放伫遐，放伫咱的放伫遐个橱柜内面，就是放伫遐，啊，就安那哦，我就是要摕伊来欣赏安尼尔，我无要用伊来底茶，还是底啥物。但是安那，另外一方面，咱搁用一个可能是敢若真普通的即个白铁啊所做的即个茶果，但是咱着定定用伊来安那来下水，定定用伊来做啥物物件，安那倒一个器具是较有路用的，一定是安那是白铁啊迄个，因为安那伊有用途。所以保罗伫当中所讲的代志，就是无论你是用啥物款的材料来做这个器具，重点是安那，你这个器具是做啥物路用？你这个器具是做啥物路用？同款的道理，咱每一个人，咱的出世背景、成长的背景，其实拢是无共款的。咱出世伫无共款的家庭当中，但是安那，重点毋是讲咱的背景是啥物，重点是咱是正做啥物款的用途。咱的活命是怎样互上帝来路用，这才是重要的代志。所以保罗伫当中就提醒讲，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代志，就要成做一个贵重的器具，
会当成做性格合乎主的路用。人重要的代志是安那？爱自洁。咱爱成做一个清气的器具，就会互人，就会互上帝摕来用。咱爱成做一个清气的器具，就会当互上帝摕来用。这就是伫即个世间当中，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讲，伫教会当中，若是愿意服侍上帝的人，因爱安怎做，因爱安怎做。伫即个混乱黑暗的世代当中，咱爱成做什么款人呢？这段话是伫咱可能伫细汉的时阵，伫国文的课本当中会读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宋朝当中一个人叫做周敦颐，伊所写的《爱莲说》。《爱莲说》就是伊咧描写讲即个莲花啦。莲花伊有啥物款特别的所在呢？伊就用这两句话来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个意思是啥物呢？就是这个莲花呢，伊虽然是对落花梅当中生出来，但是安那伊伫伊的花当中，袂安那，袂因为因对落花梅当中生出来，就感觉伊真垃圾，袂，伊犹原足清气。伊虽然受到这个清水来洗净了后，伊嘛袂感觉安那，伊真妖娇，因为安那，因为伫这当中，莲花就是安那，互人感觉有一个清高的这种感觉就对啊。这个意思就是讲，人嘛是共款，人伫无好的环境当中成长，咱就爱学习，亲像莲花共款，爱会当无互这个世俗来污染。但是人若是伫一个真好的环境来成长呢，人犹原爱保持有一个自律的心智，就是讲，我袂因为安那，袂因为我伫一个真好的环境，我就感觉安那，我真厉害，我真骄傲。这是伫过去宋朝当中的文学家所讲的代志。其实，甲那些年人的意思，其实真相像，就是咧甲人讲，啥物是一开始咱所讲的，啥物是分别。分别的意思就是安那，甲别人无共款，甲别人无共款。所以耶稣基督伫伊17章当中，伫遮讲到一个大祭司的祈祷，就是耶稣基督为伊的门徒来祈祷的时阵，耶稣基督讲安那，我已经将上帝的道赐予因，但是安那世界虽然安那，虽然无接到因，因为因无属这个世界，但是耶稣讲安那，我无求上帝叫因离开这个世界，我只求上帝来保守因脱离迄个歹。这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为门徒祈祷，毋是祈祷讲上帝啊，这群门徒吼足圣洁的，所以安那求你甲因带去，莫互因留伫这个世间。耶稣无安尼祈祷，耶稣讲安那，这群门徒，因虽然是圣洁的，因是无属这个世界，但是安那，我爱甲因留伫这个世界。我爱甲因留伫这个世界，为的是啥物？为的是讲因伫这个世界当中，犹原为因爱做的代志。所以上帝啊，求你来帮助因，保守因离开这个歹的。所以帮助因会当安那，因会当成做这个世界的光。所以保罗伫当中讲的，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代志。为的是要做啥物呢？成做圣洁合乎主的路用。后壁讲，为着要行逐样的善事，为着要行逐样的善事，为着要做好的代志，帮助人的代志，荣光上帝的名的代志。保罗伫当中所分享的，其实嘛是甲那些年人的愿是共款。主动将家己分别成做圣，有比咱家己成做一个承载主的恩膏甲祝福的器具。
这就是拿细年人应当爱做的代志。最后，咱看一个经文，伫提摩太后书当中讲到第2章22节，继续讲，保罗讲，恁着逃避这个少年人的私欲，当遐的清心祈祷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伫遮所讲的，他拄仔咱所讲的，教会爱安那？教会爱成做一个会当互听上帝的人专心侍奉的环境。所以安那，咱的教会，咱毋是干那要成做即个理安尼尔，咱毋是干那要成做即个得撇遮需要的即个理，佮爱成做啥物？教会佮爱成做即款的清心祈祷主的人。爱成做一个会当帮助人，当心来敲找上帝心意，当心来敲找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这款人。愿咱的教会会当成做这款，互人会当专心服侍，当心追求主的教会。愿上帝亲自引带咱。最后，咱要分享的代志，顶届咱讲到利未人。也是讲，今仔日咱所分享的拿细年人，安尼，咱是要成做利未人，还是要成做拿细年人呢？其实，迄拢是旧约律法当中的代志啊。到伫今仔日，咱敢若有一个身份叫做基督徒。基督徒不但是利未人，基督徒嘛是拿细年人。基督徒不但是受上帝拣选的，基督徒嘛是。咱愿意奉献咱家己来跟对上帝的人，所以基督徒这两项拢是。虽然即摆基督徒无需要照着旧约律法规定完全遵守这个诫命，但是咱应当着效法拿细年人的精神，并愿意照着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活出一个分别正做性、专心侍奉上帝的生活。上帝引带咱，祝福咱有即个伫咱的教会当中真美好的，会当服侍上帝的环境。安尼，咱的活命会当怎样来做？咱的活命会当怎样来回应上帝听呢？那些年人就是一个活的见证，互众人看到因的生活，并因的外貌。就知影因是属上帝的人。虽然伫今仔日，咱的外貌可能甲世间人无啥物差别，但是咱的行事为人，咱的生活会当互人看见上帝的荣光甲上帝的同在。这就是今仔日咱会当效法拿细年人，正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分别咱家己正做圣，互上帝来录用，正做一个伫即个世间为主发光，照亮即个世界的人。咱当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救主，你拯救阮，互阮离开黑暗。离开罪恶，互阮会当正做上帝你所使用的器具，会当为上帝你来录用。互阮会当伫即个世间，阮毋是干那为着家己来活，阮的活命是有基督伫阮内面来活的。互阮的人生就会当超找你，阮的人生就会当跟对你，阮的人生就会当学习。拿细年人的心愿，将阮家己奉献予你，求你亲自引带，互阮的活命会当正做即个世界的光，正做世间人的祝福。愿你的荣光得显明伫阮的活命当中。阮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上帝。下面的时间，咱特别要感谢今仔日阿东剧团黄成文牧师，今仔日来到伫咱当中，
昨昏吼，因来到伫台南，伫富强教会当中有因的演出。今仔日呢，因游玩留伫台南，因就分散到伫各教会当中，来分享因的事工。所以咱即时就特别欢迎黄成文牧师伫当中，来甲咱分享阿中剧团因的事工。谢谢。大位哈姐，大家平安。真感谢教会吼，一直拢支持阿东剧团。我的台语毋是真无练长，所以讲有当时会有华语来向大家报告哈。阿东剧团昨晚去富强，这个来帮我下一页哈。好，这是昨天在台南富强长老教会的演出。我演出这期就是路加福音18章哈，补记的歌切求的寡妇。我想真侪人可能无看到，我放一段我们的宣传影片，让大家知影者，讲阮金会是演啥物。这就是阮昨个演出的一个片段。阮用这出戏，疫情3年后，阮行出来，这嘛是阮的心声，来到上帝面前，切切去祷告，然后赢过一切，凭信心行过。那我想，这是一个图片哈，也叫照片，这也是一个真特别的好塞。这是台北大直长老教会邀请阮去户外演出，户外演出阮的拄到2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天气落雨咧，就无法度演，对不对？第二项呢，伤热，因为阮头拄，阮们以这所在嘛，刚刚那个金花是古装剧，伤热会安那？嘿，阮的演员平均都45岁以上，大家体力会袂使，这个真大挑战。所以讲，这段，但是阮真正拄到啥物？风台，对不对？去年的风台，如果你有印象的时，这叫卡努台风，有人叫做一个卡住的台风，拢无走了。到我们演出的前一天，终于离开了。但是我们演出的时，我面对第二个问题是啥物？真热，8月天啊，真热对不对？我带一个带一个移动式的冷气器，它永远的温度都几度？29度。所有演员都他们围在他旁边，好，还没上去演出。你觉得这样的演出会怎样？很担心，对不对？我就真教会祈祷，真的兄弟祈祷，我嘛祈祷。但是其实真特别时阵，因为阮这出一个不灰心的祷告，头都有介绍的。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起头，对不对？感谢主。所以讲，阮到4、5点时，这是西晒的阳光，咱看到什么？他搭一个帐篷，上面有什么？乌云云彩。我想到现在这是上帝云彩，对不对？去旷野的时阵有云柱火柱，云柱遮盖。我是真刷感动。我第二项代志，我发生什么代志？你看，这拢做一个人，29度的气温，为什么大人拢无走？总共有200多人坐在里面，还要真侪人拢留去边仔看，因为风真透。风太大造呢，然后所以它的风很大，
大家都还很凉爽，只要拿扇子吹就好了。这个上帝的恩典，所以讲什么叫做戏剧服饰？我点了对这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挑战。给不可能的挑战上面呢，英语叫做 impossible， 对不对？但是有节目书讲了真好，伊讲啊啦 ，I am possible。I am 是谁的名字？上帝名对不对？去上帝什么都可能。如果咱若服侍主，咱去上帝的旨意内底，什么代志都可以靠得主，都可以做。这就是亚东剧团的任务啦，要服侍。那但是这三档的疫情。我们过得怎么样？有人遇到我们、认识我们的来讲，亚东还好吗？还有讲阿当也做什么？其实我们什么代志嘛，拢袂使做。我们有100场的服侍完全取消。我们是一个凭信心的一个服务的团队，我们面对真大的艰难跟挑战。但是我感觉上帝嘛，一个恩典。人讲危机就是什么？转机。神让我们所有都停下来，世界也都停下来了，不是吗？飞机也甚至都没办法飞，然后停下来。那我们还是不是想代志个转向上帝，看清楚上帝过去为我们做的，还是过来去要我们做什么？所以说，让我们为过去神让我们做过去的事感谢主，好像神带领。亚东团契行过足侪路，行过真侪发生真侪代志，帮助咱走过。所以我们仍然相信上帝什么以变以谢的神，阿们吗？神也是耶和华以勒神吗？阿们吗？感谢主。所以说，我们相信上帝过去安那帮助咱，今麦也帮助咱。所以讲，阿哥讲是，我们要神要我们做什么？不忘记怎么样？初心。我们不忘什么？亚东是用戏剧的方式到处做见证，可是现在戏剧不能演了怎么办？用各方的方式。所以说，亚东在这3年疫情，我们没有转行了，我们有这叫做斜杠，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第1年做什么呢？还有一个东西，除此之外，你还怎么样？给出去。这是圣经上的经文，你给人的必有人给你们的。我觉得是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第1年做什么呢？我们做口罩生意。那时候台湾只有台湾有口罩，不对吗？我们3月的时候，我们1、2月我们去美国 Entry， 我们去真济教会，我们等来时疫情大爆发，然后我们打电话给那些我们去美国那些教会，他们说哇很恐慌哎，有钱嘛买无口罩。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收集所有的口罩、布口罩嘛，哈，然后加上防护垫，一直寄出去。然后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好，然后我们就寄了这么多的东西出去。这些美国兄弟姐妹，因真感动，他就想到，哎，你不要一直寄过来，你寄过来，我们干脆我们为你奉献。所以亚东第1年是做什么？口罩生意，神的恩典。你给出去的必有上帝给你们。这第1年，第2年呢？亚东做什么？我们卖面包啦，对，我们卖烘焙啦。你有没有听过剧团卖烘焙？这是斜杠。可是我们的烘焙里面有上帝，有些付了金。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用烘焙来接触人群，来接触群。那特别因为疫情又爆发，对不对？你连面包都很难卖，你知道吗？后来我们说。没关系，我们送好了，我们送给一些医护的团队，一些弱势的家庭，还有街友戒毒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一直送，然后总共送了6000多份出去。可是感谢神呢，我们这样送，有人看见了，有没有？一夸掉，一干嘛金感动？他说我也一起来参加，他就奉献钱一起来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就做起了所谓面包生意。OK， 感谢主。然后后来不。单这样，还有人送白米给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转出去，送了。你看4720公斤，你知道多少不？真济几台车，咱1包米才1、2公斤呢，另外4000多包的米，我们就这样送出去给这些的弱势团队，还有一些低收入户。神的恩典让我们这样做。我要说，经过这3年的疫情，神做一件事情，你送面包，你给出去，对不对？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一个戒毒者啦。
以后一修的，我们有一袋面包，我们一袋面包又有几张的小卡，我们就鼓励他，然后他的经文，这个戒毒者真特别，因爸爸给警察，做警察，因爸爸后来他来我们那边了解认识，他爸爸一直哭，他说这个儿子好像已经都不要了。然后，可是他看到那一张卡片的时候，他发现他神在他生命上做一个很大的感动。伊干嘛写一张批，就是这张批讲我跟我的爸爸妈妈道歉了，认错。结果他爸爸很感动。为什么来找我？伊干嘛基督徒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也很奇妙，不是吗？所以那一年，他的爸妈就走进了教会，而且当年的圣诞节2年前，在林口一个教会受洗，然后隔一年，他阿公也受洗。那现在呢，他已经离开戒毒了，也成功了，所以他读那个神学院，他来帮助跟他一样的人。他帮助人，所以说我们不要看作一个面包、一个卡片而已，这些都可以帮助人。感谢主，这是我们在疫情做的事情。那疫情做，我们还做一件事情，叫做对失智长辈做体验教育。什么叫做失智长辈？失智就是怎么样？看了就忘了。我有一个阿公94岁，那我去看伊讲伊问你是啥人？我讲我是某某人。我是啥人的后生，然后过了1分钟，伊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啥物人？结果问我3、4届，这叫失智。失智怎么演戏？不可能，对不对？可是我们竟然让他们去演出，因为我们说帮走在长辈当 entrance， 我们让他演一出戏，叫做《白雪公主》。他每个人都要演20个长辈，他要演，可是每个人都很珍惜耶。不管我们就让他穿上动物衣服啊，白雪公主这样子。一个最高年纪是94岁，让他愿意演。特别我要讲一个人是什么？一个坐轮椅的伯伯，从来这边参加手作不讲，他们都没有讲过话。而原因我们会说去那个失智协会，是我的岳母，她今年90岁，我们觉得疫情要走出去跟人家交流一下就去，我们去带手作啊，跟他们互动。可是这个伯伯从来手作不做，都是外劳做，外劳做得很开心，他就一句话不讲话。可是说他演戏，他说好真的演哦。然后他真的但是演戏不能坐轮椅，对，他都坐轮椅来嘛。他说要有人搀扶着他，我们就是幕后人员搀扶他走到前面。那一天是谁搀扶他？他的儿子因好生，真感动人。这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你愿意去打出来的时阵，上帝的做奇妙的工作，这是我们在疫情里面做的事情。好，这是一个短短影片，他真的愿意走出去爬起来，他演的是动物了。好，然后脱下，旁边是他的儿子陪同他，他儿子很感动，一直哭哦。这理事长。好，那因为疫情关系，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我们就多元的事工出来了。神好像一件事情挖到走丢，让你我们就想到很多事情。我们就把亚东过去的剧放在 YouTube， 所以说呢，我们过去都卖 DVD 跟 VCD， 对不对？现在你要买没有了，请你去 YouTube 找，都放在上面。我们让人更多的认识上帝。还有呢，我们也把过去的戏服让人家出租，然后也帮助教会。所以说，去年演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租了3个教会的耶稣降生的戏服，博士啊，然后这些衣服都出租出去。OK， 那我们也有在我们的剧场里面，刚刚师母问我，你们是不搬给我来？我讲真的不是，我搬去桃园圣经那个圣德技术学院里面，我们盖一个剧场。所以说我们在那里面呢，那我们就幕后导览。我们也有一个咖啡，有人会当去行。圣德技术学院对，你若出国的时阵你会经过桃园高铁站，对不对？我们离高铁站只要开车7分钟啦，坐公车10分钟就到了，会当过去看卖，为阮祈祷，为阮祝福啦，然后我们不单单这样，我们也发展了北美事工起来，跨国的联系，那我们也开始了国际事工，这样等等。
所以说最后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有带一些义卖品来，请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然后来帮助我们。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咱感谢黄牧师伫当中分享咱剧团的事工，并且有真美好的见证，互咱会当看到讲上帝怎样伫疫情当中有缘使用因，会当真做侪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方法，会当去祝福世间人。咱感谢主，下面的时间咱要当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用奉献来真做咱对上帝的回应，用奉献。来真做，咱回应上帝的听，并且用咱的心来敲找因，来跟对伊。咱当一个起立，咱用诗歌来学乐、敬拜、来奉献。你爱你，我要选歌，我难了的改变。你爱你，我要选歌，你是我。你爱你，我要选歌，我看你做的年半，是你因带予我的心。主耶稣的心，主耶稣的心，我的一生是靠主的爱。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无通惊惊失败，凊彩主恩更加大。是你因带予我，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我的心是靠主的爱。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唔通惊遐失败，凊彩主恩更加大。是你因带予我的心，是你因带予我的心。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慈爱的双手来看顾、保护你，佮坚固伊甲你所立的约，互你的心佮较信靠主，顺服主的引带带领。愿主耶稣基督亲自陪伴你行过每一天的生活，互你伫世界的潮流当中有缘坚守上帝的道。心中靠主刚强，满有平安。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行伫上帝心意的道路顶面，互你明白真理，活出分别真做成、靠主得胜的生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个同在，特别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伫门口有阿当剧团的准备的这义卖商品，所以若是有兴趣的，会当来购买。